恭喜前 TVB 新聞主播梁海寧宣布嫁俾大學同學，結束多年愛情長跑。呢段由大學同學發展成夫妻嘅關係，一路經歷咗好多高高低低。近日佢哋選擇喺日本沖繩一間純白教堂秘密舉行咗浪漫婚禮，婚禮細節甜蜜到令人心醉。前 TVB 新聞主播梁海寧宣布已經正式完婚，嫁俾拍拖多年嘅大學同學。佢哋已於11月14日喺沖繩舉行婚禮，並於昨晚18日喺社交網分享多張婚禮靚相。兩位喺純白教堂舉行婚禮，梁海寧換上多套性感婚紗，同老公喺教堂、海邊，甚至坐上1314車牌名車等地方影相留念。晚宴時仲喺賓客手執煙火下浪漫親吻，成個婚禮簡單而隆重，浪漫得令人心醉。梁海寧喺2019年離開無線新聞部後，事業上一直求變，除咗做主持、新聞系客席講師、co 之外，仲修讀咗言語及病理理學碩士課程，並正式成為衛生署認可言語治療師。佢曾感性發文回顧同老公嘅愛情路，提到兩人曾一起毅然裸辭，曾一起求職失敗，曾一起轉換跑道進修。佢話一路經歷咗好多高高低低、甜甜苦苦，但更期待與你未來更多嘅平平淡淡。梁海寧同大學同學嘅愛情故事，證明咗真愛係經得起時間同轉變嘅考驗，兩人能夠互相扶持，一齊經歷人生嘅高低起伏，呢份情誼真係難得。你哋又覺得佢哋嘅沖繩婚禮係咪好浪漫？一齊留言送上最真摯嘅祝福啦！記得讚好呢條片同訂閱我個頻道，一齊追蹤更多娛樂圈嘅勵志故事。